新冠疫情3级警戒延长到7月12日，台南市柏林赛主会伫个防疫国家队、剧房公司的调度，特别关进300领的 P1 顶级医用的防护隔离衣，予安南病院，予医护人员会用安心做好防疫的工作。这一次我们对于安南医院的捐赠主要是我们的发起是我们的林威婷他也是我们博人会下一任的会长。然后他非常有心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他希望他可以发挥我们博人会的一个爱心来对于这个医院各院所有需要资助的物资他要提出来，然后多加的来支援我们医疗院所。那我想这是全民的运动我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响应也感谢我们博人狮子会的全体师兄一起来赞助这个活动。今天非常感谢博人狮子会黄会长跟他们的会友这些师友们来捐赠安南医院 P1 防护衣300件。我想整个医疗院所对这次新冠肺炎准备大家都非常的严谨。但是医院的资源其实是非常有限，但是民间的力量其实是无穷的。那这次非常感谢博人狮子会的鼎力相助，我想我们会把这些防护衣发到第一线，给我们相关的同仁能够尽快的使用。医长林胜则强调，为了保护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加采检的安全，该当准备的防疫物资，病院嘛拢会准备。不过最近一连串有人发起的爱心物资，包括餐饮、防疫的物资等，病院嘛拢真感谢，希望民众会用确实做好自我的防护，避免群聚，才会用予疫情得到控制。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